同心协力来完成这样非常棒的任务。感谢赞美主，我们同心献上感谢，也一起领受这样的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除了看这一群可爱的老师、同工、小朋友在献诗之外，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祝福祷告，就是我们医治祷告所以牧师赶快要把今天的分享的整个内容要截断一下，截一半以后有机会再分享别的地方。我们主要是一起能够领受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福音勇士门徒装备，主要是透过这2段经文来领受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传福音装备的教导。首先我们看看刚才50多位同工，他们在平常不是全部都在一起操练但是他们为了整个主日学夏令营这些儿童他们的心灵的需要，然后他们就是一起召集起来大家各分工合作，有的是团体的活动组，有分队组，还有我们教诗歌的背金句的，还有很多后勤的装备，还有老师管理，哇，真的很不容易一个团队。这种团队我们看起来好像一群热闹就过去，其实我们会发现说，门徒的装备、福音的事工，就是从这个最基础的工作所成长集合起来的。我们求主兴起新一代的年轻同工，让他们这些创意、那些活力，而且从神领受到的呼召，能够大大兴起我们富强教会，也让神的工在这边大大的得劳成长我们今天领受2段经文，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复习了我们要结伴来分享。第一个，我们再一次确认说谁是福音勇士谁是福音勇士？如果从我们圣经的教导，我们发现说勇士这2个字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哇，就像电影那个永远打不死的摔不倒的那些英雄，不是，是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你跟我大家这一群人。所以圣经这样说，福音勇士的定义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福音勇士。那基督徒是谁？就是一群跟随基督的人换句话说，一旦你受呼召，你受洗了，你就已经走上这一条福音勇士的道路。那我刚刚讲，不是那种这个电影上打不倒的英雄那一种肌肉男，不是，而是一个属灵的人，跟随基督的人，能够看见神的祝福。耶稣呼召彼得，他说：“你来跟从我。”彼得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渔夫打鱼的人，也是一个在当时的加利利海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但是当他跟随之后，他就不一样，因为耶稣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换句话说，我们从今天的这些夏令营的同工，我们看见说，福音的训练不是针对一群人把他训练成这个福音特工队。当然有时候很必须的时候有这样的需要，比如说要去蛮荒之地，或是要去一个危险的一个地带那个要有经过十足的装备就像我们早期来台湾宣教的，我们明年台南要庆祝建成400年，那我们教会这一边也在努力说，我们要怎样争取到那个曝光，就是荷兰的宣教士，荷兰当时的牧师怎么样漂洋过海来到台湾，在我们台南这个大平原里面传福音，那真的是要有十足的装备才有办法。但是一般不是这样子，一般是所有人都要接受福音的装备跟训练。所以马太福音28章19节，我们知道的大使命就是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是谁？万民是任何人，愿万国万民都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认定这个福音勇士的定义之后，我们就看见说，任何人只要愿意受呼召，只要是基督徒，只要他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就已经具备了福音勇士的这个基础了。那我们看到福音勇士门徒的装备，我们有几个点，牧师今天要取其中2个点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共同体的概念，不是单打独斗，不是随自己的意识去做，而是接受共同体的意向跟策略
那我们可以从刚刚读的经文，主耶稣他在马可福音6章的7节也讲到说，召集12个使徒，派遣他们怎么样，两个的出去。我们都很知道说，很多人一个人自己独行哦，非常的是悠游自在。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喜欢那个叫做那个背包客啊，单独一个啊，我迟到也不怕，我什么时候吃餐都没问题，因为我可以自由自在啊。很多人因为现在知识啊，这个旅游的知识很发达哈，很喜欢自己单独一个旅游。那我们看到也有那个年轻朋友，他就背了一个背包，说我单独环岛当中啊，就觉得享受那个孤独，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没错。但是主耶稣他在讲说，你们传福音能够两个出去。这个不是说2个就是一个死板的数字啦，他在讲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特别是传福音的概念，就是他算是一个一个来呼召门徒哦，但是却是他们两个要出去，表示他们也是一个共同体。我们可以看见说，耶稣呼召的12个使徒，看起来也是一个数字而已，但是它隐含着整个教会建构的一个基础。就是说，这12个门徒就是新约教会的共同体的母体啊，所以耶稣才说啊，彼得你是磐石啊，教会要建立在磐石上。换句话说，主耶稣他可以建立任何的东西，但是他要借由信他的人，借由他的门徒来建立。我们看见启示录是21章有提到说，天国建立在12个根基上，那代表12个使徒哈。所以耶稣他不是随便呼召一群人啊，随便的人，而是呼召成为教会的共同体，然后两个差他们出去。这是今天我们领受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团队合作、团队福音。那我们最容易碰到的，就像刚刚我们读另外传道诗4章的这段经文，在描述我们人生的生活当中，为什么要2个人呢？他说2个人比1个人好的意思在哪里呢？他就用一个生活上我们最容易感受到的体验，来比喻传福音了哈。传福音有时会感到困难，有时候一个人会疲累，半途而废哈。2人在一起就彼此关心互补，然后能够互相协助，所以需要一个共同体。那共同体当然看得见的就是大家彼此帮助啊，彼此协助嘛，彼此提醒嘛，彼此呢那个资源嘛，那就是我们理念上的认知。但是基督徒被群体差派，还有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因为当2个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要产生人际关系，产生合作的概念，产生大家彼此顺服的概念，而且概念都是从我们团体同工很重要的一个开始。尤其在这两个不是随便一个数字讲出来，因为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哦。他说2个是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法律的证据，法律有法律的效力，2个有法律的效力，意思是说圣经里面已经老早在申命记里面就提到说2个就是能成为法律上的效应，然后2个人就是共同体的最少单位，1个人当然就孤独单独嘛。所以传道书4章9到12节这2段经文在讲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的概念。申命记19章15节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1个人的口来做见证，总要凭2、3个人的口来做见证，才可定案。早期我们知道古代的社会也没有什么录音机啦，也没有录影机啊，没有照片啦，更没有什么网络记录，对不对？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告来告去，反正可以抓到很多证据。现在连你的机车、你的汽车都有那个密录器所以呢，很多证据你可以自己整理出来，就可以形成法律的根据了。但是早期他的意思是说，你无论做什么事情，要有人被告，一定是要2个人作证，不能单纯1个人扛嘴保记没有效所以这个2、3个人的见证才可定案，是早期犹太社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律的基础所以我们传道书里面讲说2个人总比1个人好，因为2个人合作效果更好。除了是法律的证据，更重要的是2个人他有一个合作的概念。
我们看到12节里面说，2个人合力可抵抗1人的袭击，单独抵抗就无把握。3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拉断的，这是群体的力量展现出来。第二个，他说，耶稣说两个出去，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耶稣是为了使门徒的人格成熟了。好，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有的人可能性格上觉得要跟人家合作很麻烦、很困难，或是他的个性上他觉得单独可以自己掌握自己。但是基督徒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你除了你的能力受呼召、你的恩赐之外，你要学习跟同工、跟弟兄姐妹一起合作，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也许我还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努力最好，但是他就是要我们一起同心出去。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跟安德烈是一对兄弟哈，他们是一对兄弟，但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是一个很正面的例子，他们彼此帮扶、彼此扶持做一个非常棒的合作哈。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呐，无论是传福音，或是做服侍，或是刚刚我们的那个敬拜团队，我们知道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学习与人相处，特别是有些人是你觉得性格上很合不来的。那你怎么样学习跟他相处？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功课。那怎么办？你很讨厌他，所以我也不想服侍了。我们曾经提出一个事情说，很多人他不来教会他不是对神失去信心，或是对神的道理觉得没有兴趣的，可能都是因为就是他了，或是你了因为你得罪我，或是大家相处不来算了，不想在一起了算把人的软弱。性格上的冲突全部把责任都推给神。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成熟起来，就是要学会跟合不来的人相处，为他们祷告，而且学会饶恕，这是上帝为共同体生命成熟的一个战略。从古到今从军队到是一般的团体，都面临到这个挑战，特别是基督徒，因为我们看见耶稣在这一个群体的概念里面，还放下一个很特别的密码。什么密码呢？他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们的名聚集，我就在你们当中。”换说，两三人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聚集而是圣灵要看你们是不是有同心在里面，我就在里面做工，要做你们是不可能完成的，圣灵要跟你们同在。所以我们一起要学习说，在教会里面遇到不喜欢的人，要学习接纳跟饶恕，而教会成为饶恕相爱的共同体。那我们最困难，或是觉得最比较负面的是说，基督徒信仰生活会妨碍的是个人主义。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他个性上就觉得我自己独立就好，或是我自己独善其身就好。但是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不是你个人，一个个人无法成就神在地面的工作，不是你能力不好，或是你不认真，或是你不追求，而是他愿意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群体，一起来改变世界。所以经历上帝恩典的人一起聚集成为一个共同体，那个能量是巨大的。能量不是说，你的力量加我的力量，我50公斤加50公斤就100公斤，不是这个简单的数字，而是因为圣灵要借由你们的同心，使你的大使命能够得到完成耶稣在升天前，11个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改变世界。”这是耶稣对教会共同体所说的。所以我们再检讨一下，我们怎么样融入这个互强大家庭的共同体？有几个我们要一起提醒的。第一个，我们在主日一起聚会，但是信徒之间如果没有真正的相聚，做完礼拜后各走各的，这样的教会就无法改变世界。所以为什么我们很用心呢？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做一个介绍我们除了这样，我们要鼓励说大家留下来，一起在这个爱心午餐一起用餐或是我们鼓励大家一起到我们的那个心灵转角一起喝个咖啡。其实那个目的不是为了享受那个东西，享受别人的服务，而是真正要彼此凝聚在主的爱里面。因为大家彼此可能平常各自做各自，我们也没有属亲戚的关系，但是因为借由这样的合作，这样的同心合一，就见证了主耶稣说两个去传福音的力量。那我们如果说我就做完礼拜从进来到外出
回去都没有跟人家互动，那其实这个礼拜其实你单独跟神相聚就够了。来那边就是为了要彼此同心、彼此合作哈。所以耶稣所期待的教会是什么呢？是分享人生喜乐啊，或是人生的喜怒哀乐，一起度过这样的逆境，安抚失败的伤痕哈，还有互相安慰、鼓励，一起站立起来。这个是我们一起所努力的一个方向。那时间的关系，牧师在分享。那第二个点就是信靠上帝的能力，因为他第二段经文给我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耶稣除了差两个出去之外，还有做了很多的提醒哈。那这个提醒，从我们现在的概念上觉得，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了哈？他说，耶稣问他们说，在旅途上除了一根手杖，什么东西都不用带，一只手杖啊。然后什么东西不用带，然后不带食物，也不带旅行袋，口袋里不带钱，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一无所有，唯一的事是信赖、依靠神，然后接受许多各地的基督徒的接待。他目的也是为了兴起不同地方的基督徒一起同心做。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那个力量会更大。比如说你什么都有了旁边的人就没有要帮你什么。他还第二个点就是说，只穿一双鞋也不需要2件内衣哈。好，那我们可以看见说，耶稣他给我们的概念是只有拐杖跟鞋子。为什么这样拐杖跟鞋？因为他是为了当地的这个环境的需要。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建立在一个山丘上哈，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圣城耶路撒冷的照片。为什么可以整个城都照得出来？因为它在山上嘛。所以在对面的山上。一照下来，整个重要的点都照了出来。它是建立在一个锡安山上面，我们现在走的锡安山750公尺。那我们知道，它从耶路撒冷一直往下降，一直到南边的死海，就是比海平面还低398公尺，这是世界上有名的最低的地形那耶稣说你们要拿拐杖，意思就是说当地有山路，也不很平整。当然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汽车，所以你要用重要的生活上可以克服的就是拐杖跟鞋子，其他都不要。不是说不需要啦，耶稣嘱咐他们不用为其余的担心，因为相信上帝，依靠上帝。换句话说，耶稣所呼召的福音勇士不是需要物资，反而会造成不便。需要的是单纯的生活，还依靠上帝依靠上帝。所以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会发生无法预知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单纯的依靠，就能够完全得到一个属灵的恩典跟祝福那我要讲到这边，用一个故事来做一个回应。那这个在很早我看过这篇报道，心中一直放在心上，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们学习很多。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他说，标题叫做“我们没做什么，只是祷告罢了”。不知道有的弟兄姐看过这篇报道他是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20几年前一本宣教的杂志，属灵的杂志所刊的。他写的这段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到现在还是记着。他说，这个主题是说2位信主不久的年轻中国姐妹，她们感受神的呼召，要她们去做宣教士。换句话说，他们出信没几个月，他们觉得说，不是牧师教导我们要去传福音吗？那就跟牧师讲说，我们想去传福音。但是这个牧师看到他们说，第一个他们很年轻，第二个才信主才半年，要传福音很好啊，但是你在附近周围你的邻居就好了啦，不用那么远。但是这2个姐妹很单纯很可爱他们坚决说，圣经里面有讲耶稣说你要去普天下传福音，他是真的说，那我想要去而且圣经耶稣没有讲说你们几岁才可以去传福音所以他觉得我年轻也可以这样子。那就跟牧师改罗的第1两个牧师我们要传福音这样子。这个牧师讲说，这2个女生真的太可爱了，太单纯了也不好禁止你们干脆
找一个地方让他们觉得知难而退好了。他说：“那这样在中国嘛那么大那么你去海南岛好了。海南岛，我们知道中国最南边的一个岛叫海南岛，已经靠近越南了，对不对？想说他们会不会听到说啊，海南岛啊，那不得了啊！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桥吧，所以或是地下道啊没有所以就要搭船过去的想说那边海南岛需要传道人呐需要传道人。”那边生活会很苦而且没有基督徒对年轻女子是很危险的地方想说这样讲完了，2个女生就知难而退了嘛，好就乖乖留在故乡嘛。但是没想到他们怎么说呢？海南岛对，那这个就是神要差遣我们去。他们很单纯，因为相信牧师讲的，他就真的去了，出发了就这样出发了。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好联络的方法可能靠写信吧。过了2年了。过了2年，他们就转到香港去，因为跟外国的教会传福音的单位有联络嘛。他想到香港去，领一些圣经，因为当时中国没有办法很普遍拿到圣经，还有一些福音书籍啦、刊物啦。刚好为什么会来去？因为他们跟他们母会的牧师联络说，我们想要去见你报告一下我们去传福音的过程让你知道。他说：“那好，来，你们来香港，顺便来这边休息一下。来，因为我欧洲来2位教会的高层来这边访问我要去接待他们你也来顺便报告就好，这样子。好了，那故事就从这边开始。2位宣教士的牧师，因为很久没跟他们见面约了在这边见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都已经住到酒店去了，在香港的酒店，然后。”这2个女生呢，就来到这个酒店，看见那些服务店的酒店的服务生穿得非常的笔挺的制服那些旅客都是穿着名牌的有的是观光客然后在那边悠闲的逛吃东西啦就看到2个姐妹进来了，因为这2个姐妹从海南岛过来穿着黑色的衣服啦，而且看起来不是很那个衣服很整齐，而且还戴了一边那个遮阳帽这样子那些酒店的服务生觉得很奇怪，怎么2个人好像乡巴佬跑过来，想要去阻止他们要去阻止他们。还好那个牧师知道说他们预备要来，就坐在这个饭店的大厅在等他们看到好像有一点争吵的声音就跑过来发现说原来就是这2位姐妹，然后就赶快去解围，跟那些服务生讲说他是要来找我的，然后就牧师就带这2位姐妹到饭店里面去见那2位从欧洲来的贵宾那些教会的高层，然后就开始要发问那些欧洲的教会高层，要问他一些事情牧师就担任翻译这样子。那故事就这样讲说，牧师就是这位客人给牧师讲说，你问他们一下，他们在海南岛这2年来到底建立多少间教会这样子。访客讲完，那2位姐妹垂头很不好意思，好像觉得很亏欠的意思，说牧师，我们在那边只有2年的时间不是很久，所以没有建立很多教会，没有建立很多教会。然后那个牧师就问说多少间？他回答说并不多，因为那边的人不大友善呢，有时候很凶而且还有几个当地的男人曾经恐吓要把我们抛到大海里面去，女人也不喜欢我们，因为他们用讲一些粗话来骂我们这样子，所以就是因为这些困难所以我们没有建立几间教会这样子。那牧师觉得很急什么还没讲到底是几间也不讲清楚，一直问说多少间多少间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沉默，一个姐妹就抬头起来，很尴尬有点不好意思的讲说：“哎呀，我做的不好啦，我只建立了13间这样子。”那牧师惊讶起来，眼睛就亮起来，说：“就给那个用传译给那2位客人讲说13间。”但是旁边的助理有一点觉得不对，这个姐妹讲的不是13间呢，是多少？是30间，哇，30间这样子。
牧师问了那2个女子，就问到说：“是30吗？”“是的。”就回答说：“并不是很多，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怎么好，只开支了30间教会这样。”哇，那个访客就精神起来了。哇，看到2个女生讲的好像有一点不好意思，竟然建了30间教会，那就赶快再问了啊，问说：“那2年间开了30间教会真了不起呢。那请问多少个信徒啊？多少个信徒？”牧师就问了。他说：“不是很多啦，不是很多，只有220个人呐，这样子。”他们觉得，220人不少啊，所以30间教堂是分支点，一个小小的据点，对不对？全部的有230人，对不对？他说：“不是啦，那是最小的一间呐，最小的一间有220个人呐，不得了。”他们眼睛更亮了，更瞪得很大，那就很好奇说：“你说最小间的是220个，那请问最大间的是多少人？”这样子，这个姐妹也是很客气，很不好意思讲说，还不够5000呢，还不够5000，只有4900人而已啦。我们真的做得不好，才刚刚开始而已啦。哇，站在牧师后面的客人就觉得哇，整个人起鸡皮疙瘩，在那边有点流泪的意思。他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赦免，因为我们对2个女生2个姐妹真的有一点有点不识泰山的意思看不起她们。然后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他们是怎样做到的？这个2个客人一直问说到底为什么？他们有做什么吗？他们姐妹又问他说：“我们真的没做什么。”哇，没做什么才奇怪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他说没做什么？你们没做什么你们有30间教会，最小的有220个，最大的差不多快5000人，那是初信的基督徒，你们竟然说没有做什么？哇，一直追问说到底这个事情怎么发生的然后姐妹就很单纯、很谦卑的说：“真的，我们没做什么，因为我们只单单祷告，我们只单单祷告罢了。”弟兄姐妹，祷告的能力是大到让我们无法想象。他说：“我们祈祷后，圣灵就会启示我们应该做。”换句话说，就像保罗顺服了圣灵的引导到马其顿去一样，圣灵要我们怎么做，说什么话，讲什么样的见证，我们就这样子做。这2个也不是受到什么宣教师的这个装备跟训练，或是有很多专业的东西都没有，那就单纯的祷告，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我们可以印证到耶稣说：“你们要出去传福音，只要拿拐杖就好，你们只要穿鞋子就好。”换句话，跟这2位姐妹完全这个合乎他们的这个他们的一个身份的代表。哇，这2位客人在神面前就这样子祷告说：“我的神啊，他们只有祈祷，圣灵就会指示他们应该做的，他们就照着去做。”哇，真的是心中很大很大的震撼。牧师按手在2个姐妹的肩头在他们后面的2个访客就跪在地上，跟神祷告，泪流满面。这篇故事，我想不是虚构的，因为它是一本基督教的杂志所刊出来的。虽然我想去追踪网络追踪到底这2个姐妹建立教会目前在海南岛是什么状况，也许各位有资讯的话可以做一点印证。但是我讲的意思不是说他们传福音多厉害，人多那么多，而是他们在整个单纯的心思对神的倚靠，知道圣灵要教导他们怎么做，他们宁可听牧师的呼召，就到海南岛去，单纯的相信，单纯的领受，然后他们所建立的教会，竟然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那个数量，教会的数量，还有信徒的数量。我们听到说，在中国大陆现在有那些隐藏的基督徒，甚至上亿以上，可能还是很保守的数字。我们期待神用这样奇妙的方式，在中国这个14亿人口当中做奇妙的改变。弟兄姐妹，我们一个单纯的依靠上帝的能力，也希望成为我们信徒装备，成为神门徒传福音的勇士。最后，我要再一次呼吁说，我们准备要在下半年度来推动
这一期的幸福小组。我很高兴听到我们的李伟教授说，他们的基甸牧区呢，已经开始在整军装备了，准备要筹组一个幸福小组了。我期待，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觉得，哇，要做幸福好像压力越来越大，光要筹组一群人就很困难了，而且要去找那个 base 的，哇，那更麻烦。今天有很多小朋友的家长都来了，他们应该是成为我们邀请 base 的很好的对象。因为他们愿意把小孩子送来教会，表示他对教会已经某种程度的认定嘛。那这些小朋友来这边有得到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其实，就像这2个姐妹讲的，我除了祷告，你不要想说哦，这个跟我最好的朋友，我去邀他，他一定会来。有时候 base 的都是你觉得最不可能的人，他就会来，因为单单纯纯的依靠圣灵的同在。我们期待很多小组同工，大家会凝聚在一起，因为耶稣说你要两个嘛。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幸福教组就一个团队的打群架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如果说没有办法那么长的时间，有6周到8周，我们也可以运用福音茶会，那个比较软性的。但是记得，重点不是在你做了什么，而是你祷告了什么，你依靠了什么。愿圣灵的力量在我们每一次传福音当中，一些神迹奇事显示在我们当中。这是牧师最后没有讲到的部分，因为耶稣说，给他们权柄，有驱除污鬼的能力，赶走一切邪灵的能力。因为传福音会遇见许许多多的神迹，是因为不是你力量多大，而是因为当你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就应许说你有这样能力嘛。所以在小组里面，在幸福小组里面，一些神迹，其实一些奇妙的故事就发生了。我期待2位姐妹到海南岛传福音的故事，能激励每一位。不是你能力有多大，不是你准备有多少，而是你愿意开始做。牧师要把最后那个投影片做一个秀一下，做最后了哈。这一句话做一个结论：传福音的生命是什么？不是做到累死才叫忠心，而是做当做的事才叫忠心。一生要做的事才叫使命，做有品质的事才是叫做使命。再一个，兴起传福音的热情哈，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不是很厉害了才开始，而是怎么样做了就怎么样，做了就很厉害。2位姐妹，她如果不是说我要做，你不可能有海南岛这个奇迹发生。所以我们鼓励教会各小组单位领受传福音的呼召跟使命，我们一起来营造富强人的宣教 DNA。我们可以已经有团队的，我们来组织幸福小组。如果说你一群人，平常不是在属于一个小组的，我们一群好朋友，你可以举办福音茶会啊。我们的那个心灵城角，那个空间漂亮的不得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因为那边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甚至你是我们说个人传道，也是2个一起去传道，像同事、像亲人、像邻居来传福音。很多人呢，他是领受福音的呼召哦。当你把福音带进去你的职场、你的办公室，那个办公室就是你委身的地方，就是你传福音的地方，就是神应许的地方。在你邻居，在你的大楼或是你的同事，或是你的这个亲人当中，愿神将这样美好的故事都完全发挥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这个时候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准备来做医治的祷告。请弟兄姐妹楼上或楼下，你心中有需要代祷的，或是你有病痛要代祷的，或是你有事情要预备的，我们就预备。